Yo，what's up？歡迎大家嚟到 Degen Talk，又嚟到今個星期咧嘅幣圈週報啊！咁啱啱咧就喺台灣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啊即刻拍片啦！咁尋日咧就喺台灣咧有一個非常之盛大嘅日子啦，就係 Alex Honnold 咧就係爬上去呢個台北101啦！咁啊咁啱我喺現場啦，所以有幸見證到呢一項嘅創舉。咁啊現場睇咧真係非常之震撼啊！因為本身畏高啊，所以一路睇嘅時候咧隻手咧一路出晒汗。咁啊除咗好開心咧 ，Alex Honnold 咧成功完成到呢一個創舉之外咧，更加開心就係因為咧我咁啱就喺 Polymarket 咧賭贏咗少錢。咁啊途中咧其實發生咗一件幾有趣嘅事情嘅，就係咧 Alex Honnold 咧喺爬上去101大樓嘅最尾嗰段嘅時候咧，就選擇咗咧去爬一條梯，就而唔係選擇去爬呢個外牆。咁我見咧喺 Threads 上面咧都好多人去討論。咁其實當其時咧嗰個現場嘅解說咧都有講到，就係話咧嗰段路咧其實要爬外牆咧係即係物理上嘅不可能啦。咁所以先至令到咧 Alex Honnold 咧係選擇去爬呢條梯啦。咁但係咧其中下邊有個評論咧，我自己覺得係幾有趣嘅咧，就係咧嗰個人咧就係話咧 Alex Honnold 咧最後選擇去爬呢條梯咧，反而係一件更加危險嘅事啊！因為咧作為一個攀岩嘅高手咧，佢所有嘅即係步驟咧，全部都係 calculated 計算過。但係正正咧就係最後一段路咧，佢係要依靠第三方嘅一條梯咧。咁所以第三方條梯，如果萬一有啲咩斷啊或者不可控嘅因素咧，其實咧係反而令到咧 Alex Honnold 咧更加控制唔到成件事啊！同時間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呢個人咧係一個非常之冒險啦、好癲嘅一個人啦。咁但係咧，其實現實上咧正正係相反啦。Alex Honnold 咧反而係一個咧風險管理得非常之好嘅人。咁其實咧雖然咧成個台北101嘅攀爬嘅活動咧好似係好危險咁啦，咁但係其實咧每一步咧都係經過佢自己嘅計算啦、無數次嘅練習啦，喺腦海裏邊咧係經歷咗無數嘅演練，先至會令佢係願意接受呢個挑戰。咁佢喺即係完成呢一件事嘅之前咧，其實都接受過唔同嘅採訪啦。當中咧佢又講過一個觀點啊，佢就係話咧 fear 同埋 danger 咧係兩件事嚟嘅。danger 咧即係危險啦，係講緊啲客觀嘅事實，例如話咧如果你跌落街你就會死，呢係客觀嘅事實。咁但係咧 fear 咧係一個主觀嘅感受，係每個人對呢件事而產生出嚟嘅情緒。咁佢又講到就係話咧，如果佢自己係感到 fear 嘅話咧，就代表咧自己唔係 ready 嘅。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觀點啦，就係有陣時咧我哋會成日將危險啦同埋恐懼咧成日拎埋一齊。咁其實喺成個投資嘅世界咧，其實危險係處處嘅，好多嘅危險都會係存在。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喺面對呢一個嘅情況之下，有冇感受到恐懼先？如果大家感受到恐懼嘅話咧，其實代表住咧大家喺呢一個市況咧，未必係一個最 ready 嘅狀態。最近呢1-2個月啦，咁市場波動嘅情況下咧，咁我都可以問下自己，有時喺市場大跌嘅時候，究竟有冇感受好多嘅恐慌、好多嘅擔心？咁如果有嘅話咧，咁其實可能要反思一下大家對成個 portfolio 嘅管理嘅嗰個制度係咪咁合適啦？倉位嘅控制啦，係咪係一個唔啱嘅比例啦？咁啊，廢話講完啦，咁啊即刻開始睇下咧，啱啱個星期有啲咩大事發生。咁啊，而家拍片嘅時候咧，就係喺星期一嘅下午5點鐘。咁啊，比特幣咧就係喺87,800蚊，然之後以太坊就喺2,880蚊。咁可以見到咧，其實無論係比特幣啦，或者係以太坊咧，都係跌破晒咧之前我哋畫出嘅呢個三角形區間啦。咁啊，上兩條片都有講過啦，就係話呢一個區間就代表住個波幅收窄，準備有個大爆邊嘅行情，即係都係預料之內啦。就係馬上咧就係向下突破咗。咁而家你比特幣咧，下一個算係比較支持嘅位置，應該要去到84,000、85,000嘅位置啦。咁啊，而以太坊咧，可能真係要下探翻11月尾嘅時候嗰陣時嘅低點啦，即係2,600嘅位置啦。咁啊，成個嘅市況咧都唔係咁樂觀啦。咁但係咧，如果大家有睇開你嘅片咧，其實相信咧對而家成個市場發生嘅情況咧，唔會太陌生，大家應該都會係早有準備㗎啦。咁啊，而恐慌貪婪指數咧繼續係非常差啦，去翻20 Extreme Fear 嘅水平。ETF 嘅數據咧依然係非常之差。咁上個禮拜咧有一個大額嘅流入啦，今個星期咧馬上係將上個禮拜嘅流入咧全部回吐。比特幣咧係淨流出1.33 billion， 以太坊淨流出611個 million 啦。咁啊，上個星期咧其中一件事件令到係個市場大跌咧，就係因為咧 Donald Trump 就宣布重啟一個關稅戰啦，就話會收取8個歐洲嘅國家一個關稅啦。咁啊喺早幾日嘅時候咧 Donald Trump 咧又宣布咧就表態話啦，美國咧就唔會用武力去取得格陵蘭。咁啊，所以當其時咧比特幣咧係即刻有一個比較大嘅反彈嘅。咁啊，又係一次 Taco 啦，Taco 就真係全名就係 Trump Always Chicken
seconds out 啦。咁啊 Donald Trump 就講到明咧，就唔會使用武力啦，強調咧係即刻嘅談判，並唔係去威脅嘅，而係強化聯盟嘅安全。咁啊，呼籲國家去合作啦。呢一個咧都係 Donald Trump 喺佢上任之後一啲嘅常態㗎啦，就係經常咧都會係先下令一啲好嚇人嘅嘢啦，然之後咧後尾就會縮沙。咁啊，其實睇翻過往咧，經常都會發生，包括啦喺2025年嘅4月份嘅時候啦，咁啊當中喺解放日咧就宣布對全球大幅加稅啦。咁1個禮拜之後咧就話談判得到進展啦，就各自個計劃啦。然之後就喺25年嘅4月1日啦，就公開要求炒咗聯儲局嘅主席鮑威爾業務。咁啊數日之後咧又話建議保持距離，強調咧就冇真正咁做。咁好多例子啊，譬如第3啦，就係5月6月嘅時候咧又話對歐盟有50% 嘅關稅啦。咁啊之後又話將計劃推遲啦，之後又話同中美貿易談判又係加稅啦，最後又推遲。咁啊最近呢次咧就係呢個北約嘅格陵蘭關稅啦。又係講完之後咧，又係宣布咗一個嘅讓步啦。咁所以咧，其實咧 Donald Trump 咧呢個係佢嘅談判哲學嘅核心啊，就係咧經常咧會用啲極限嘅施壓啦，作為一個開場白啦。咁啊，真正目標咧其實令到對方驚嘅時候咧，就取得個讓步啊。咁啊，呢一個嘅 tackle 因素咧，其實喺以往嘅例子入邊咧，其實往往咧市場係會出現一個非常大嘅反彈。咁啊，但係啦，當 Donald Trump 咧用呢招用得多嘅時候咧，其實個市場咧開始適應㗎啦，其實開始已經習慣咗，咁所以會見到咧，當 Donald Trump 再次出現啱啱嗰次嘅 tackle 之後咧，咁啊比特幣係明顯即刻有一波回彈嘅，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而家已經係將所有嘅升幅咧已經係套回晒，甚至乎咧係仲跌得低過上個星期嗰個價位，咁啊所以咧而家嗰個市場情況咧係非常之不樂觀啦。咁啊之前啲片都有經常講過啦，當市場出現利好消息，但係市場嘅價格咧冇充分嘅反應咧，代表住咧其實成個市場係非常之慘淡，向下嘅機會咧係大非常之多。咁啊，除咗啱啱呢次嘅 tackle 事件啦，咁啊未來咧呢幾日咧都有一件事需要擔心嘅，就係咧 Donald Trump 咧可能會迎嚟上任之後嘅2度停擺。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就係上2個月咧11月中嘅時候咧，其實咧Donald Trump 咧已經係出現咗一次歷史上最長嘅停擺，就分別係43日啦。咁啊當其時咧，咁就 Donald Trump 就宣佈咗一個臨時法案啦，咁啊結束咗呢個43日嘅停擺。咁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當其時呢個停擺咧都幾影響住成個嘅美國經濟咁，包括一啲核心嘅數據，例如當其時嘅 CPI、PPI 數據咧，全部都係延遲嘅，咁啊導致咧成個嘅經濟咧係的確係有所嘅影響。咁啊雖然啦，當其時就解決咗之後咧，市場又係一波嘅回彈啦，咁但係咧而家咧風險咧又再次顯現啦，因為咧之前咧佢簽署嘅法案咧，只不過係一個臨時嘅預算法案，呢個臨時法案係有個期限嘅，就係1月30號啦。1月30號之前咧，兩黨咧仲未可以達成共識咧嘅話咧，咁就會再次進行一個停擺。咁啊而咧咁啱呢個民主黨嘅領袖咧就宣布咗啦，就係話咧如果國土嘅安全部同埋移民嘅海關執法部咧嘅權限或者預算咧未獲改革嘅話咧，將會阻止任何嘅臨時支出法案，就寧願咧令到政府關門啦。咁啊主因咧就係因為咧喺1月24號嘅時候咧，咁有一個嘅37歲公民咧就遭到呢個邊境嘅巡邏隊射殺。咁啊呢件事咧其實已經係嗰個鎮咧3個禮拜內咧第2次類似嘅事件啦。咁啊放大咗民眾啦對 ICE 執法嘅質疑啦。咁啊呢件事其實就相對嚟講咧就唔係話真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就會令到係一個導火線咧，令到兩黨咧遲遲咧都對於所有嘅支出法案咧仍然係有分歧啊。咁啊雖然啦呢一個嘅停擺咧，佢唔會影響到一啲嘅核心部門嘅。咁但係咧長期延遲咧，其實係會令到咧成個嘅國家嘅經濟啦有一個不確定性啦。咁啊可能會削弱咗成個企業同埋消費者嘅信心。咁你上2-3個月咧已經經歷過一次啦，大家亦都會見到咧，當其時停擺之後咧，係令到成個嘅股票市場啦，甚至乎幣圈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打擊噶。咁啊，所以咧，如果真係喺呢個禮拜又再次停擺嘅話咧，咁啊又再喺呢個暗淡嘅市況底下咧，又再加一層陰影啦。咁我哋可以望下而家 Polymarket 嘅數據咧，的而且確咧，大家都 pricing 嘅77% 咧嘅機會率咧，係會覺得會再次停擺。咁所以呢一個嘅風險咧，都需要繼續去注意啦。
咁跟住講到咧，就係有一個 VC 啦，就預測啦 DAT 將會迎來殘酷嘅洗牌，其實都唔使聽佢講噶啦。咁大家如果有睇我之前嗰個片咧，我一路都係講緊咧 DAT 咧呢件事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回撤啦。咁啊，分別有兩個新聞啦。咁第一個新聞咧就係咧，其中一間嘅 DAT 公司 FG Lexus 就喺20號嘅時候咧，再次賣出咗2500粒嘅以太坊。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嘅 MNAV 遠遠低於1啦，然之後咧就需要出現一個嘅股票嘅回購啦，去回穩股價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佢哋之前買嘅以太坊咧，咁啊全部都開始慢慢賣出啦。呢間嘅公司都唔係第一次去割肉噶啦，咁啊之前咧都賣過好似唔知1次定2次左右啦。咁啊而家咧佢哋仍然揸住緊37000粒嘅以太坊，咁我自己估計呢間公司咧應該都係會 keep 住去陸續去減持噶啦。咁啊另外啦，比最大嘅以太坊 DAT 即係 Bitmain 啦。Tom Lee 咧不嬲都係以太坊嘅大多頭啦，咁但係咧佢竟然喺最近嘅訪問咧都話啦，2026年嘅開局咧將會痛苦下跌。既然 Tom Lee喺短期上面咧都係咁唔睇好成個大市咧，咁大家可以預期到咧就係呢啲嘅 DAT 公司咧，佢哋嘅股價表現咧一定係會麻麻地嘅。對於以太坊 DAT 或者對於 Bitmain 嘅詳細分析咧，咁我喺上幾條片咧其實 keep 住都有講好多嘅分析噶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翻上2條片咧，咁基本上都係解釋咗點解我對後邊以太坊嘅走勢咧係咁暗淡，點解我會覺得 DAT 咧會係成為咗以太坊爆煲嘅一個導火線啊！咁跟住嚟想講下就係咧，其實而家比特幣咧已經喺我角度咧係進入緊一個深熊嘅行情㗎啦。咁雖然大家睇個價格上邊啦，可能唔太會覺啦，因為比特幣啦講緊佢距離高點啦12萬、13萬咧，其實都唔係真係跌咗好多。咁啊對比起以往嘅歷史週期咧，下跌嘅幅度咧，的確係冇咁大。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用另一個嘅維度去觀察咧，其實咧比特幣已經係跌咗好多，就係用比特幣去 compare with 黃金。咁大家都知道啦，黃金最近嘅走勢係非常之強勁啊！咁喺啱啱拍片嘅時候咧，已經突破咗5100蚊嘅美金。咁如果我哋望翻比特幣對比黃金嘅走勢咧，其實咧已經係下跌咗超過56% 噶啦。咁我哋睇翻啦，2018年嘅時候咧，比特幣對比黃金咧係跌咗超過84%，然之後係22年嘅熊市咧係跌咗76%。咁而今次嘅週期咧係跌咗55%。咁所以咧，大家可能睇嗰個即係 U 本位，淨係睇個美金價值咧，比特幣咧未必係跌咗好多。咁但係咧，我哋望翻如果對比黃金嘅話咧，其實佢而家已經係跌咗55%，已經係步入緊一個比較大嘅回調啦。咁大家會見到咧，就係以往咧，當比特幣咧大幅跑輸黃金嘅時候咧，咁都會出現一個比較長嘅調整期啊！大家會望到呢個位置跌到最低點啦，然之後都係要用咗差唔多1年幾嘅時間咧，先至重啟一個大牛市。22年都係一樣啦，都係由22年開始去到2023年中咧，先至開始一個明顯大嘅大牛市。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而家即係比特幣啦，一路仲係跑輸黃金嘅話咧，咁啊短期內咧可能係會出現一個比較長時間嘅調整啦，先至會重新迎嚟一波比較明顯嘅上升。咁啊，最近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開始討論一個叫做 ABC 嘅策略啦。ABC 策略咧全名就叫 Anything But Crypto。咁你可以望下呢4幅圖啦，呢幅圖其實我都係隨便 cap 出嚟嘅啫。咁啊，其實個名都唔重要啦。咁啊，大家會見到4幅圖咧都有個好共同特徵啊，就係完全咧係跑贏咗 Bitcoin 嘅。左上角呢幅圖咧就係金啦，金嘅走勢圖啦，咁啊非常之亮麗啦。右邊呢幅圖咧就係銀嘅圖啦，咁而左下角咧就係 Nasdaq-100嘅圖啦，而右邊咧就係 S&P 500指數走勢圖啦。咁無論咩都好啦，即係無論係communities 又好啊，或者 stocks 又好啦，咁其實基本上咧全部都係跑贏晒 crypto 市場。啱啱呢半年嚟咧，如果大家買 crypto 嘅話咧，應該真係跑輸晒其他主流嘅資產。咁究竟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咧？咁幫大家總結咗即係3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咧，其實咧就係因為比特幣咧係全球風險資產嘅先行指標。咁啊，比特幣嘅價格咧有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純粹咧係由全球嘅流動性咧去驅動嘅，佢唔會受任何嘅國家嘅財報啊或者利率去直接影響。通常咧佢係受住就係如果全球流動性強嘅話咧，佢就會強；如果流動性弱嘅話咧，佢就會係最先弱嗰個。咁所以咧，佢嘅波動咧係往往咧係領先咧其他 Nasdaq 啦或者 S&P 呢個主流資產。咁我哋可以望下呢一幅圖啦，藍色線咧就係美國 S&P 嘅指數走勢啦，然之後黃色嘅咧就係比特幣嘅價格走勢啦。咁可以望到咧，其實有幾次咧，即係比特幣咧係完完全全跑贏咗股票啦。咁當佢出現回調嘅時候咧，咁啊明顯係之後可能過咗半年至1年
年時間咧，咁啊股票市場咧都開始出現一個比較深嘅回調。咁啊，所以咧比特幣咧絕對係一個先行嘅指標。當出現咗啲咩嘅危機啊，或者有啲咩事嘅時候咧，crypto 市場咧絕對係影響最大嗰個。咁所以咧而家都解釋咗喺全球嘅經濟其實喺個流動性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比特幣咧就會成為咗一個先行指標咧，就先行跑輸啦，先行下跌啦。咁啱講到啦，第二個原因就係流動性緊縮啊嘛，咁其實比特幣咧係同全球嘅美元淨流動性咧係高度相關啦。咁啊雖然啦喺2024、2025係減咗少少息嘅，咁但係咧其實成個2022年開始嘅 QT 咧仲係不停咁抽走緊流動性啊。咁大家可能會問啦，比特幣喺2025年咧明明係創咗新高嘅喎，咁但係咧2025年創新高咧並唔係因為有流動性啊，而係因為咧係好多嘅合規性啦、ETF 通過啦，帶來咗呢個新嘅資金啦。咁但係咧呢個嘅新嘅資金係冇改變到咧全球喺宏觀上面流動性係收窄緊嘅根本格局。咁而同時間咧，全球嘅第二大流動性來源即係 yen 啊，亦都開始收緊啦。之前幾條片都有講過，就係話咧，日本央行咧喺25年12月嘅時候咧，就將短期嘅政策利率咧就上調去到0.75%，就係近30年最高嘅水平啦。yen 係成個嘅經濟體系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啦，因為好多人咧係會做一個 yen 嘅 carry trade，即係日元嘅套息交易啦。呢一個套息交易咧，其實係會令到好多嘅風險資產咧有一個上漲，包括可能 crypto 啦，或者係美股。咁所以當 yen 咧不斷嘅利率上升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好多人做唔到呢個套息交易啦，就會令到咧成個嘅流動性係緊縮嘅。咁所以會見到啦，喺聯儲局未有任何進一步減息之前啦，同埋日本央行嘅同步緊縮咧，就會令到咧全球嘅流動性咧大環境就雪上加霜。咁而第三個原因咧就係一個叫做地緣嘅衝突啦。大家都知道咧，Donald Trump 上任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嘅世界啊，明顯咧嗰個衝突咧係多咗，或者不確定性係多咗。包括啦，Donald Trump 係最近對委內瑞拉進行一個軍事嘅干預啦，捉咗佢總統啦，同埋咧同伊朗之間嘅競爭咧就有一觸即發啦，並且係可能最近就試圖進行合併呢個格陵蘭島啦，對歐盟發出新嘅關稅威脅等等等等咧，呢啲所有嘅激進嘅單邊主義行為咧，其實全面咁激化緊好似各個國家嘅矛盾啊。咁呢種衝突咧，其實已經開始有啲常態化嘅感覺，咁啊，淨係將成個世界拖入咗一個好似局部競爭啊，同埋冷戰之間嘅灰色地帶。咁啊，相信大家都應該會感受到呢一個嘅狀態。咁啊，所以咧市場面對住好多未知數咧，其實咧係令到大量嘅資金啦，會慢慢會回流翻去現金啦，去觀望啦，而唔去買高風險嘅資產。咁啊，所以咧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比特幣啦喺最近呢半年嚟咧，其實表現咧係一路係比較差。咁我知道大家會問啊。咁啊，點解啱啱講嘅宏觀因素淨係會影響住比特幣？咁啊，其他資產點解唔跌咧？咁因為啱啱都見到啦，就係同幣圈有一個鮮明嘅對比啊，就係無論係黃金啊、銀啊，或者所有嘅股票都好咧，其實咧都係完完全全跑贏 crypto 啊。咁但係咧喺2025年其他嘅市場咧不斷上漲咧，喺一個角度咧唔係因為宏觀嘅基本面好啊，而係因為喺大國嘅博弈背景之下一個驅動嘅結構性行情嘅轉變。咁啊，先講黃金啦，央行咧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價格不敏感嘅買家。咁啊，所以咧佢哋會喺一個政策啊或者地緣狀態好唔穩定嘅時候咧，要購入更加多嘅黃金啦，去做一個避險嘅動作啦。咁啊，講到美股啦，美股點解會升得咁多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喺 AI 嘅層面咧，已經係被提升到去國家安全戰略嘅高度啊。咁啊，資金咧係高度集中咗喺一啲受國家深度介入嘅 AI 相關嘅產業啊。之前咧都有啲研究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成個嘅美股嘅結構，即係 S&P 嘅結構咧，其實有超過70%咧，都係由 AI 相關嘅公司去貢獻。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嘅狀態咧，並唔係講緊全球嘅經濟好轉啊，而係因為咧有一啲國家嘅政策驅動啦，或者產業嘅驅動咧，令到咧呢啲嘅股票咧表現得比較好。咁啊，而 A 股啦，亦都係差唔多嘅情況啦。咁啊，其實資金咧係集中喺好多信創啊，或者國防軍工等等同國家安全相關嘅領域啦，咁所以都係由政府係強力主導啊，咁所以咧呢一種嘅行情咧，我理解成係由政府主導啦，或者結構性嘅行情咧，係同比特幣單純靠市場流動性去推動嘅資產咧係有所唔同啊，咁所以亦都解釋咗咧點解比特幣咧喺呢一輪嘅週期咧明顯跑輸晒其他所有嘅資產。咁喺呢個狀態底下，咁我哋又可以點樣部署咧？
咁啊，雖然啦睇落好似好悲觀咁啦，咁但係咧都要講翻少少嘅好消息啦，就係其實歷史上咧，比特幣每一次對比黃金嘅 RSI 咧跌破30，俗稱為一個極端超賣嘅情況咧，其實係一共出現咗4次嘅。過往3次咧，每一次跌破30之後咧，之後嘅比特幣咧都係會迎嚟一個非常強大嘅反彈。咁啊，分別第一次係2015年啦，熊市嘅末期，咁啊 RSI 跌破咗30，咁啊之後就開啟咗16至17年嘅超級牛市啦。18年都係一樣噶啦，咁啊喺20年低點咧就開始反彈。22年咧又係跌咗60% 之後咧，咁啊又係再次反彈。咁啊第4次咧就係啱啱呢次啦，見證住歷史性嘅超賣信號啦。黃金喺上年啦升咗64%，咁啊相對比特幣咧咁啊跑贏咗好多，咁而呢個 RSI 咧再次跌入一個超賣嘅區間。如果你望下圖咧，都會見到啦，每一次 RSI 跌破30嘅時候咧，其實之後嘅比特幣嘅升勢咧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強勁嘅反彈。咁但係雖然啦，佢係會有一個強大嘅反彈，咁但係咧同啱啱講幅圖嘅結論差唔多，就係佢需要時間去整固嘅。大家會望到，雖然佢見到底啦，但係距離佢真係去向上大爆發之前咧，都係迎嚟一個差唔多1年時間嘅整固，先至會有一個再向上嘅動力噶。咁啊，所以咧，即使咧而家見到 RSI 係已經跌破30，好似係一個歷史性嘅底部啦，咁但係唔代表咧比特幣即刻就會短期迎來一個大爆升。咁喺我嘅觀點上咧，反而咧佢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整固時間。咁啊，所以咧可能喺未來嘅呢4至6個月咧，比特幣啦或者成個大市咧會開始慢慢步入一個便宜區，大家可以準備下定啲資金啦。當市場咧真係出現大跌啦，咁大家咧就可以考慮下將資金咧慢慢去重新入場或者進行一個 DC 嘅動作。咁喺呢個咁波動嘅市況啦，或者成個宏觀經濟咧咁不確定性嘅時候咧，咁我都係建議大家咧係少做為妙，少做，然之後就多研究啦，多學習啦。咁啊喺呢個咁暗淡嘅市況底下咧，咁啊多啲去裝備自己。咁啊當出現機會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可以即刻捕捉啦。咁啊今條片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我啦。下條片再見，拜拜。